好啦，大家好，今日係8月27星期四，係8月期指嘅轉倉高峰日，成個市咧就拉鋸喺好窄嘅幅度裏邊，簡單講就有少少反覆，但係就唔係好大嘅動作。咁啊，聽日咧就係8月期指嘅結算日，照而家嘅情況嚟講咧，今個月嘅期指轉倉同埋結算咧，可能都喺大概係呢個20同10天線之間進行㗎啦嚇。咁啊，到下個禮拜翻嚟咧，就係8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，亦都係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。有冇咩大動作咧？我就覺得就一般般啫。嗱，睇睇今日嘅市況啊，一陣間再作分析，好唔好？嗱，恆指早市咧先係高開121點，去到25,774點。其後咧進一步升到上25,792，同琴日嘅高位25,800係相若嘅嚇。咁啊之後咧冇乜資金入市，就開始有少少反覆。日中嘅指數曾經喺度輕輕跌到落25,500點，但係咧其後冇乜追高壓力，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係進入一個猜波嘅狀態。指數最後收喺25,565點，係跌嘅，不過只係跌咗87點啫。嗱，留意啦，成交金額仍然偏疏，只係得2,335億，即係話8月份開始嘅成交金額每日平均都係2,400幾億，咁嘅交投，我唔覺得個市有太大嘅動力向上推。咁到底9月份會唔會有一個突破向上行呢？有啲人就睇好。咁啊，有啲人睇得比較淡，我就中性，我就略為保守嘅，未必一定係跌，但係咧，我唔覺得會有太過亮麗嘅走勢。嗱，不如咁啊，我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個大市啦。嗱，首先嚟講，移動線而家嘅排列係倒序嘅模式，250下邊就係10天，跟住20，跟住100同埋50天線。成個市嘅反彈起步點係幾時啊？係6月26當日最低見過22,518，由呢刻開始一路反彈到今個月4號嘅高位26,187，前後升嘅幅度係3,669點，但係行嘅週期咧係有成9個禮拜啦，差唔多。即係簡單講啦，技術上、形態上咧個大市咧都係行得好急速嘅，唔係9個禮拜喎。係去到今日為止啦，去到今日8月底啦，已經真係9個禮拜。即係換句話嚟講咧，由6月26去到8月底咁上下咧，喺呢9個禮拜之內咧，我唔理你指數升同跌啦，其實移動線嘅排列都仍然係倒序嘅模式。而一般嚟講，一個中期升浪升下啲指數平均移動線就慢慢順序㗎啦嘛。但係而家呢一次咧唔係㗎，到而家都係倒序嘅模式，咁即係話個市咧喺一個技術上嘅回升當中咧，但係身處牛市二期嘅反彈，其實個波幅唔會太過明顯。我再從另一個角度嚟睇9月份個市點樣行法。嗱，今年而家已經去到8月底啦，暫時嚟講屬於第3個季度啊嘛。咁第一個季度係點樣咧？第一個季度咧係指數係由1月29嘅高位28,056跌到去3月23嘅低位24,203。第一個季度指數係跌咗3,853點，唔好講升跌，幅度係3,853點。第二個季度，咁啊第二個季度咧個指數咧係由呢個5月14嘅高位26,844，就跌到去6月26嘅低位22,518，即係第二個季度個波幅咧係跌咗4,362點。咁啊簡單講啦，即係3,500同埋4,000零點個波幅啦。去到第三個季度，即係7、8、9月，暫時嚟講指數咧係由7月2號嘅低位22,953。去到8月4號嘅高位26,187，由22,953升到去26,187。咁啊，第三個季度暫時個波幅咧係3,234點。咁即係話第一個季、第二個嘅第三個季波幅都係3,000幾點㗎。咁我要提出呢點就係9月份
如果個指數有更大嘅波幅點嘅話咧，勢必一定係穿頭或者破腳。但係如果假設唔穿頭，佢仍然有一個好大嘅波幅點，但係冇突破到26,187，咁即係代表第三季個高位已經出咗嚟啦，係咪？大家聽唔聽得明啊？咁去到第四季就要睇下個情況到底係點啦，因為講到尾，由今年1月29號嘅高位28,056開始嘅下行咧，直到呢1分鐘最低嘅指數咧，就係6月26嘅低位22,518，即係簡單講，今年直到呢一刻個波幅係跌咗5,538點，係咁大個波幅點。有冇更大個波幅點呢？我一路都對呢方面有個存疑，但係有啲網友提我，今年可能最高同最低嘅指數已經出晒嚟啦，咁真係冇咁大個波幅點喎，咁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㗎嘛。仲有16個禮拜多啲嘅時間，去到今年年底啊，中間發生咩事，大家都唔知道，咁咪唯有暫時咁樣睇住先咯。咁啊，我自己覺得咧，無論用任何角度嚟講咧，移動線嘅排列講俾我聽咧，個大市係有反彈，但係身處牛市二期嘅反彈力度好一般。第二，成個8月份成交金額得2000幾億，我總係覺得咧，呢個咁嘅力度咧，要支持個市再大幅度上升，真係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。第三，就每個季度嘅波幅嚟做個分析啦。第一個季度嘅波幅係跌咗3853點，咁啊第二個季度嘅波幅咧係再跌多咧係4326點，第三個季度嘅波幅咧又再跌多3234點，即係簡單啦。呢個3000零4000點嘅波幅其實係成個季度嘅波幅嚟㗎，咁除非有一啲特別嘅事情發生，就令到個大市會有更大嘅波幅點。我唔理你升同跌啦。如果係咁嘅波幅已經可以滿足到一個季嘅波幅咧，咁即係話9月份嘅市咧冇太大嘅突破。升跌幾多我唔敢講，但係總之冇突破。好啦。今日嘅指數係25,565，到底下個禮拜一收市係幾多我唔知。假設係25,500左緊，譬如啦，如果過渡到9月份，哪怕1000點個波幅上升，已經26,500啦。調翻轉頭，1000點個波幅係跌嘅，咁咪24,500咯，咪睇下到時環境係點咯。但係好肯定講，第一嘅成交額金額持續都係2000幾億咧，你要推上去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，成交金額必須係增加。第二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咧，主要成分股係咪能夠擺脫咗整固不前嘅格局，尤其是新經濟股，係啊。匯控都仲係好強勢，咬住160幾蚊坐緊嘅水平，絕對冇懷疑。不過騰訊仍然整固緊咯，巴巴更加唔使講啦，110幾蚊就拉腳。仲有比亞迪啊、美團啊同埋小米呢5隻新經濟股加埋成分比重，絕對有21到22% 嘅恆指成分股。咁啊，匯豐更強都好，都係佔8% 啫嘛。即係如果呢紮肯行嘅個市間唔使講，梗係亮麗啦。如果呢紮唔肯行，仍然喺度略為反覆嘅話咧，個大市就有波幅冇升幅，有反彈冇大升。呢個係好實際嘅問題，因為93隻恒生指數成分股個佈局已經講俾我哋聽，指數要大升唔係容易㗎。每一隻股份喺恒指成分裏邊都有個佔比。我同大家講，由0.7% 到1%，有66隻恒指成分股，呢度加埋佔比咧，大概24.6%。由1.01% 去到1.96%，有13隻，呢度佔比咧大概14.6%。即係簡單講，有79隻恒指成分股喺恒生指數成分裏邊佔比咧，大概41.1%。個別一兩隻真係升1倍又或者50%，對指數冇影響㗎，因為佔比實在太細啦。好啦，咁恒生指數有93隻㗎嘛，扣除啲79隻，係咪仲有14隻啊？呢14隻恒指成分裏邊佔比咧係58.83%。咁你諗喎，14隻係咪全部一齊升咧？梗係唔係啦。騰訊、巴巴、美團、比亞迪、小米，我講咗啦，已經佔比超過22%。如果佢哋唔行嘅指數點升啫？淨係靠匯豐啊？中移動我唔覺得會大升喎。港交所喺個大市咁嘅環境，你個大升機會唔大。
咁啊友邦就仍然喺度猜緊波。中行、工行、建行係靚嘅，平保都係靚嘅，但係問題都仍然喺度整固啦。尤其平保啊，由45去到74.7就翻落嚟喺50幾蚊喺度猜波啦。即係橫觀恒生指數成分股咧個報告咧，你話要大幅度上升，指數上升，揾咩指數嚟帶住個指數升咧？揾咩股份帶住個指數升咧？我一路諗緊呢個問題，但係答案我係揾唔到，可能暫時冇法子揾到個答案出嚟。咁啊，所以結論就係9月份就算大市嘅9月份嘅市匯升咧，都係好區間性啊。因為巴巴、騰訊、美團、小米同埋比亞迪呢啲要大升，指數先有明顯嘅上升。如果唔係咧，好難望個大市會有大幅度上升。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？好啦，今日嘅收市匯報我就講到呢度啊。